为什么俗话说三人五目，过后无长得卡位？到底是好花插无腮，还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？丁珠无红兰花，红嘴猎鹰高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阿公唔但识摇河，小故事有合大智慧，听讲古领悟大吉利。泉州讲古4月号隆重推出泉州俗语故事。全新港古人四方为咱演绎经典老传奇，敬请关注。周夸夫人对魏福之百般疼爱，较少爱归其多。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泉州俗语故事系列《细汉头甲站》《大汉头甲三》，马上开讲。平之以讲古，讲古里地金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咱今日要讲的是泉州俗语故事《细汉头甲站，大汉头更三》。咱泉州人常常咧说：细汉头脱站，大汉头更三。细汉头万步，大汉头牵牛。这来哦，有一段故事。泉州人门外的海骹有一个妇人啊，大神了后。因翁去讨海，本在行船走马无三分命，无像这科技进步，社会发达，有气象卫星啊！天气预报是12点卡12下，准。政府关心渔民，黄台若要来啊，就及时通知渔船回港撇黄，保证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原本的讨海人毋但辛苦。佫也危险，海难的悲剧是经常咧发生。一摆啊，这个妇人人因翁啊去出海，渔船拄着黄台，船翻人亡。这个妇人人就挂了。北海这个囡仔叫做魏福之，到足月临盆，生一个查甫囡仔。这个妇人人哦，想说。一世人有恩有望，就专心求这个家，无搁归家。招好，甘愿求寡。伊一来后生，较袂晓得；二来厝内较静切，人就较少谈；三来听家入心，成家穷家，袂晓得家事。所以这个囡仔大汉了后啊，才会出大代志啦。伊艰酸苦正求这个家，6个月会孝，7个月会打叫，8个月会叫阿母，9个月会挖行，大做了后啊，会放手空颠，10个会行会走，说话是招好，聪明活泼啦，是真得人听。这个妇人人啊，看见因家是胖大。嘴笑目笑，想说有家就有望，一世人达落。所以，敢若4、5好大雨，也阁毋甘等伊长恁了。有一摆啊，因家走去人厝内佚佗，看见人的收货站较金刺，真爱滴，就甲人推落走。人想说一支站。无啥物，也就无坏。这个妇人人啊，看见因家推人一支站来，拄好伊咧欠用，欢喜啊，甲因家说：“乖家，叫真牛，知影女母欠用站，佫会晓推一支来当我用。来，乖家，推来，手毋通去插贴。因家偷推人的站是不来佚佗的，无想说因老母佫学落伊牛啊！”就通咯，
将针甲等因老母。阿母，你欠命啥？我搁去推。我后囝欠命啥物？我会讲你说。从这摆了后啊，这个干啊就爱推人的物件咯。较大汉了，就手了念，无龟了，无菜碟，拄着汉子上手叶。物件摕到厝内，因老母就将块切好哦，直直等伊食，食了喙臭啊，心肝头是愈来愈凶，胆头是愈来愈大。伊入私塾读册，唔爱读哦，去先生约束的，就家己变巧，用字句啊来骂先生。先生教伊《三字经》，头一句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伊就读做“人之初，先生头食汉字课，性本善，先生头尾过关键”。涂先生是去甲喙手拿本，伊先生去了啊，就去做拖鞋同学。掠虫仔来惊啦，无就偷摕人的纸纸笔，入学堂就大闹天宫，惊疑八倒搬到去，土人袂上课的。私塾先生哦，甲家长就去找因老母，因老母问伊怎啊？伊甲因老母说：“我唔爱读册，怀读册捌你的，叫你图我唔捌你的请。”唔捌你的，你做头家，你关怀捌你的好记。我唔读册，我要做头家。伊唔读册，因老母也就真同意了。古句说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”伊就甲人哦规风规挂，头光衫，头开牛，最贼最好。一开始啊，人去斗因老母。因老母唔爱睬人，佮充军之恶，说因家怎啊怪怎啊咬，无得人的理。一摆两摆，人就清心了。知影说这个夫人人哦，穷家就无佮上门来相撮，而是暗中提防，准备要了伊。就怕夫人百般宠用，为福子逐渐的养成不良的恶习。古早话说：“自庙多拜礼，无理的爱一步一步将为福子推向毁灭的深渊。”为什么俗话说三人五目，过后无长得脚尾？到底是好花插无腮，还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？珍珠无红颜花，红嘴绿鹦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阿公唔但识摇河，小故事有含大智慧，听讲古领悟大德理。泉州讲古4月号隆重推出泉州俗语故事系列，全新讲古人思峰为咱演绎经典老传奇，敬请关注。统一绿茶选用新鲜嫩芽，舒放清新茶味。嫩茶味就是好茶味，全面升级统一绿茶。观众朋友啊，一摆啊，这个干啊，搁去做贼，夹一支大铁枪去压壁空。乡里头尾吼，人早就布置好好咧，落声一弹，4、5路的人啊，甲兵打对头，围过来要掠贼。
打头大，叫人随走，家己则挡路无。人为来掠，伊就起凶犯，铁枪推起来后就乱忽乱物，结果拍死人。当人掠去检官判死刑，但秋后此斩。到这个时阵啊，这个妇人人才知苦了，无钱无势，空嘴抱子去求官，哪有法通救因家一条命？因家规就家落咧，规日无代志做咧等抬头，就将家己倒倒的这世人床头想起来，暗暝想落去，愈想是愈后悔，愈想愈唔甘愿。伊食人、偷人、拍死人，也搁咧唔甘愿啥？伊唔是唔愿别人啊，而是唔愿因老母，总说生伊宠伊，伊才会一步一步行到今仔这个地步咧。毋过，这阵仔反悔已经真晚。这个啦，这个囡仔等监斩官也去南家场处决，因老母就来话这。古早死刑犯啊，临刑要抬头之前，官府允许犯人的亲人到刑场来祭奠，叫做话祭。死刑犯将家业押去刑场，亲戚朋友伫路边咧祭奠，叫做半路祭。路边无人收的死事，叫做路崩尸。夭寿半路祭、路崩尸，皆是咧累人不得好死、无好下场的歹话。这个人较文明，就较少人说了。这个妇人人啊，看到因家母仔甲两个是抱做一个哭啊。这个囡仔说：“阿母啊，敢要死咯！最后求你一项代志。”因老母说：“我家有位金色。”这个囡仔说：“等我，搁食你一摆面。”因老母这世人啊，孤单这倒无了咧，要临死的要求，哪会唔答应啊？应该将因老母的人头砍了，乌白帮出力一家，将人头割落来。啊，毋管因老母哦，听到要昏落去，就将人头配去因老母面。既是你这个歹老母，装睡失假死，才会害我做抬头鬼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就讲到这位，再见。这亲像中国古代教育名句“颜氏家训”所说：“知己所欲，理解还忠，应协还巧，只有识地，违法动义，大于成长，将为大德。”听家之心，大家人都有。不过要怎啊假死假离，并非为人父母者皆有放自觉。教育问题，值得大家人深思。下一集咱要讲的是泉州俗语故事“沉东镜吐福建，九堂人”。东镜地震引起海啸，躲过灾难的少年李记留连的救了一个人。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。